聖經中有多處經文表明我哋證人作證嘅時候會暴露身份。摩西問上帝佢嘅名，上帝回答話：我係自有永有嘅。出埃及記第3章第14節有記載，不點是我，而係我呢個人。邊個需要證人？神嘅作為彰顯咗佢嘅神性。耶穌講述咗佢嘅2個仔，有人話我唔去，但佢仲係去咗。另一個人話我會嘅，但佢哋做到。邊個做嘅父親嘅心意？就係嗰個有行動嘅人。呢個冇馬太福音第21章28至31節有記載。之後譴責被佢哋祭司。約翰佢係要指引你嘅走義路，但你哋唔信嘅。但係稅吏同埋妓女就信咗。約翰嘅權柄唔係嚟自一個頭銜，而係嚟自正義嘅行動。透過正義嘅行動，悔改就係見證。而家嚟到最關鍵嘅地方，彼得試過阻止耶穌受苦，但耶穌答咗撒旦，退我後面去。你唔係諗住神嘅事，只係諗住人嘅事。呢啲記載嘅馬太福音第16章23節同埋馬可福音第8章33節，最有咁嘅肉身出現過。咁當然佢誘惑、恐懼以及各種自我保護嘅聲音，耶穌基督叫得出嚟個名，然後將佢完全徹底擺咗喺自己後邊，因為呢把聲絕對唔係咁真正嘅身份。冇見證嘅，將嗰把聲擺咗喺自己後面，所以當你冇做嘅時候，仲剩低啲咩？仲有啲咩會留低？你睇下，其實你唔係你腦入邊嗰把聲，身份就係你做啲咩，並且同神喺地上嘅旨意一致。好似天上一樣。呢句嚟自馬太福音第6章第10節，